好啦，咁啊，翻返落嚟現場啦，咁啊，而家金牌賽啦，咁就係瑞典隊同埋呢個哥倫比亞隊。咁咧，我哋上電視咧打呢個5人賽咧，嗰個賽制咧就會轉變咗少少，咁就係唔係每一位球手打晒成局波嘅，咁就係喺10格裏邊咧，5位球手係輪流打每一格，咁啊仍然係用3局2勝呢個方法嘅。咁首先呢，我哋見到係瑞典隊先開波。好，第一個傳中先。咁啊，翻到嚟哥倫比亞隊打第一球啦。咁啊，哥倫比亞隊第一球，角度唔夠啦，係啊，咁啊做得唔夠多落個波度啊，打咗5支啫。咁啊，雖然呢個唔算係分屏，因為咧有支頭片喺度，咁但係都唔易打㗎。咁嗰個角度咧，如果要補係非常之困難。個波出到去5板啦，咁但係翻唔到嚟。咁我哋睇下佢係咪準備去搏，可唔可以補得到啦？好，佢用大角度去打，好嘅嘗試嚟嘅，咁只打得3支啦，只係。咁啊，哥倫比亞第一格都已經開咗啦，咁啊得8分啫。咁啊，瑞典隊入個唔夠啊！咁啊，油係重新落過嘅，咁所以咧就雙方面都有個問題，就係個波嘅弧度唔夠，咁因為油比較多啊。哥倫比亞隊打第2格，好，呢位球手用個線度俾佢入啲，咁啊用大角度啲去打，咁打咗個傳中啦。15板去到8板翻嚟啊！哎呀，過龍添，只打得2支。咁啊，瑞典隊呢又開咗1格。係啊，過咗龍啊，咁所以打唔到支5。咁啊，哥倫比亞隊第3位球手，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借住頭先隊友嗰個傳中再打多隻上去。瑞典隊亦都第3位球手啦，12板、7板，哇個角度深咗少少喎，打咗9支啫，剩翻支9。係啊，重播見到呢個角度都幾深下。好，哥倫比亞第3位球手。17板、8板，好靚嘅角度啊！好，哥倫比亞隊有2個傳中啦。我見到重播入角好靚，瑞典隊9支補中。咁啊，
兩隊都派第4位球手打啦。瑞典隊7板去4板，個角度好靚下㗎啦，支10都熬下熬啦，但係唔夠力。好靚角度㗎啦，但係熬下熬下仲係企喺度。哥倫比亞12板8板，好靚角度，哇！連打3個全中啦。好，瑞典隊打返個保中，咁啊，但係現時係落後緊11分嘅。好，雙方面派第5位球手。佢用好開嘅線啦，好靚嘅角度。6板5板，好靚角度。哥倫比亞第5位球手，17板7板，好大角度，第4個全中啦。咁啊，領先緊21分啊！好啦，咁啊，瑞典隊翻返去第1位球手打第6格。45板，去到9板過晒龍咯。11板返嚟啦，過晒龍啦。咁啊，好彩剩翻3支，打咗7支。咁如果多幾支就比較難打啲啦。好，保中冇問題。哥倫比亞角度好靚啊！哎呀，但係剩翻啲10仲熬下，企翻喺度。咁啊，哥倫比亞領先緊28分。咁我哋5人對制嘅賽制係3局2勝嘅。保中冇問題。領先緊30分。咁啊，瑞典隊打第7格。10板7板，入個好靚啊！好乾淨。
哥倫比亞隊打第7格啦，15板、7板，哇！好彩個波翻得切，又一個傳中啦。哥倫比亞隊仍然領先緊30分，好大角度啊！瑞典都要追啦，剩翻3格。12板、8板，好靚！角度非常之好啊！條球道其實已經開始乾乾地㗎啦，佢哋要小心，佢哋要做啲小嘅調節。哥倫比亞隊第8格。18板11過龍喎，係啊，送唔到個波出去，咁我哋又叫佢 pull in 啊，即係咧佢放得入咗啊，成條線過咗龍，要打返個保中先啦。明明領先緊㗎，但係打返個9支咧，咁就令到嗰個領先收窄咗。係啊，保中好緊要啊！已經第8格啦。翻到嚟瑞典隊，如果瑞典隊可以打晒全中咧，就有227分嘅。角度好靚啊！連打3個全中啦。先係用開啲大角度。好，到哥倫比亞，哥倫比亞如果可以打晒全中咧，都有成237分，咁就贏㗎啦。但係要睇下佢哋發揮成點。12板、8板，係啊，問問地啊，爭啲唔冧啊70，最後都冧埋。我哋見到重播爭啲70漏返㗎，好彩有其他球評，最後2支都冧埋。好啦，去到最後1格啦，瑞典隊一定要打全中啊，因為佢哋落後緊少少，落後緊20分啊。哎呀，9支。瑞典隊如果打晒就2-0-6啫。哥倫比亞隊打第10格啦，頭先第9格有全中㗎。大弧返嚟，哎呀，弧唔切啦！呢3支咧雖然唔係分平，唔算分平，因為有支頭偏啊，但係角度好難打㗎。就好難講咯，呢一盤波係因為瑞典隊就係打咗9支嘅，佢呢個保中就比較容易啦。係啦，真係睇到最後嗰球睇下點樣啦。
咁啊睇下哥倫比亞隊磅礴，哎呀2支，咁啊如果瑞典隊最後打到10支嘅話呢，全中嘅話呢，就瑞典隊可以反勝啦。好緊張啊，因為9支打和10支贏，8支就輸啦。最後1球，8支，哎呀，輸1支。瑞典隊204，哥倫比亞隊205。咁啊，首先哥倫比亞領先1局。呢1球非常之緊要啊！如果佢打到9支就和，10支就贏㗎啦。係啊，咁但係因為佢用嗰個線呢比較直啲啊，咁嗰個翻嚟嘅角度未必夠。